脑、分析、做手艺，也都强强为买下的传统老行业，更加是有看老相片来回味的。不过，苗栗的志毅先生叶长玉同叶阳大使车启军合作，将创作行业的日常生活、传统手艺的老相片变立体。叶长玉用欧式立体自浮雕的技术。本也无拍相片，无共用嘅4个感受。不过将老相片变立体，唔系按简单按律辅导，像粗皮都用嘅2年嘅时间。所以我才从带眼嚟去看叶长玉系用嚟做到嘅。志毅文化又有乜嘅相应嘅素材，故说叶长玉美论作为12年。所以那个东西越多，人就准备越多，做骨越多。志毅先生叶长玉详细吞吐当嘅机会叠上去，路上边技术用嘅，虽看起来怪生活，也系欧式立体自浮雕。17世纪喺欧洲开始发展，利用机械装穷用嘅土，就见为了眼圈剪出需要嘅部分，再个吞下掉土，用石膏一种一种叠上去。做出深浅眼圈无穷用嘅层次感。做五个杜方系咪就做虫诶？做虫诶，以前虫诶萝卜又含有东西，所以一定先做一啲虫诶青杜方做一张做一只饼。叶长玉做志毅12年呢，无论系个油个精致嘅菜肉拍菜，也系花开到个脑嘅玫瑰花，透过艺术用心做，随路变做个生活个想念。我就是这样子去吃，好，你的镜头可以看到我这样子慢慢的在吃。睇苗土之后，压土、穿坑、剪裁，做出像类似强用斜拍油牙的效果，含个精致的花纹，也就按到自类似斜拍透明的美感，本叶长玉前后意。个自类似一个工艺是早年由西班牙传过来。无论系自类似，也系立体自浮雕，如系对欧洲传过来嘅。制作嘅土材，如系欧洲嘅鼻祖。做志毅12年嘅叶长玉，竟然配合建国8年加入嘅客家元素，喺叶阳大使车启军嘅支持下，提供嘅就爱小式嘅传统行业嘅相片，重新同客家传统技艺变到改立体。剪好嘅粉角嘅土，用一个细胶编落去。一细胶就系要将一土比起起来。无拍相片度汉石师傅整体做相同嘅，安尼一种薄薄嘅平面相片，都系叶长玉嘅手法，天天呢都变到立体嘅。嗰23年佢喺草凳佢在只桶嘅啲腳項夾定嘅，所以個細膠我係安尼編落去。一隻土係咪就起起來咧？完成一幅图平均需要1禮拜嘅時間，做者講係請好時好工嘅一項手工藝。就技術層面來講，從無拍相片變做立體自浮雕，對葉長玉來講唔係問題。最大嘅挑戰其實係相片本身嘅紙唔適合用來做自浮雕。相片輸出是不能做自浮雕的，因為體液加字嘅冇同樣。好，這個題材不一樣，這個紙材不一樣，做唔得添加線，做出來的東西唔係平平，就會放大，向面前放，向後背彎，就會冇一張人的神導出來，個標唔叫。我所葉長玉乃去前印刷廠，試各種紙嘅嘢效果，但請係克服紙嘅嘢問題，一路紙嘅不2年。做完啊要雕的。
吊蛋都冷气房，好，字有毛细孔，它会冷胀、冷缩、热胀，吸收水汽会变形，这些困难，我要一直不断的尝试排除，排到也的困难完全冇起的，还就好决定用几道图，好，譬如讲我要几道磅，好，我要用190磅的纸诶，好，细卡纸要倒林纸要迄嘛个，加雾面要冇加雾面，几色分色。勇敢彼此，唔惊失败，总算是寻到成功的方法。用脑腾变做手艺，做主担杆，也有传统技艺。透过书的本土，本该生活的呈现出来。38的立体纸浮雕的展览，本人看了该感动。啊，这个已经是消失的哈，这个能够有心把这个东西再展现出来，给下一代哈留下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回忆跟记录。那个作品是平面的东西。看起来平平的东西，但是经过加到也纸浮雕哦，变成立体哦，就讲也个变到讲，本一个作品哦，有一个新的生命样的哦。其中一个同样制作的东西过复杂，本人看来更难听表去，因为在空间的安排有失败政策，就冇办法做出层次感。我是用斜角的，太感你唔就看到遐崩，遐崩的这边是高起来，这边是高起来，这边压下去，那边是压下去，是这样卷的，而不是上下平均的，所以这种的会感觉到梯页。它的视觉空间非常的深邃，讨厌啦，东西可以不用轻动，让它去放，就感觉它非常的复杂。它的复杂是我做出来的。就将喺技术使用嘅吞平面变到立体，本质嘅无穷用嘅视觉效果，可谓就係入場肉對自然嘅熱情。歸路評論醫生中嘅老公看得最清楚。你做也12年了，非常嘅投入吧。嘛个上工班也啊，哇，其實很多嘅做啊，所以家下我有講一句咩，上工班也啊，每到午夜夢回啊，其實很多個枕頭邊啊，做嘅好稀稀沙沙都可以做啊。我把它從記憶封存的地方把它取出來，再用字漂雕的手藝。把它再度呈現这个就是把客家人的精神把它重新呈现出来，本太甲看到会鲜明，用的筚路蓝缕，用的刻苦耐劳。虽然立體紙浮雕好時好工，唔過入場肉唔艱難，但係全心全意透過松樹嘅本土，用剪紙改舊嘅技法，重新詮釋傳統技藝老師傅做細時節專心嘅神情，用創意嘅字意重現客家浮生百態。以上都是下禮拜嘅客家新聞雜誌，感謝大家嘅收看，有乜嘅意見也順自信愛提供，每場同我哋聯絡，再會。